香港銅鑼灣冊店的創辦人林榮基，昨暗是因為肺癌過身，食到70歲。伊的冊店進前是互人指控有出版着禁冊，所以互中國甲關起來。後來伊搬來到台灣，重新擱再開一間冊店，也誠做是自由的代表。咱陸委會主委邱水正除了是表達哀悼以外，也強調大家愛來學這林榮基的精神，守護咱的自由甲民主。台灣是香港人最後一個堡壘，留在香港還是受這種打壓，香港人還有一個退路。2020年，銅鑼灣冊店在台北重新開幕時，創辦人林榮基講，台灣是香港人最後的堡壘，讓香港人閣有希望。真儕年以來，繼續關注政治甲新聞議題，也真儕屆公開發聲講，一定要好好保護台灣的民主甲自由。好好保護台灣。現在我在台灣這一塊土地重建起來，我們其實在反抗。台灣跟我們其實一塊的，我們訴求的都是一個自由民主，理念是相通的。林榮基7月初日因為氣腺癌，在台北馬偕病院破病過身，享壽70歲。這個香港銅鑼灣冊店事件發生在2015年，冊店方指控出版禁冊，林榮基予中國抓去關，伊決定歸去亞康中國的惡行。伊佇港版國安法實施進前，就搬去台灣，經過真濟艱難，予銅鑼灣冊店在台灣重生，叫做自由的代表。我常跟林榮基先生說，他好像不是在這邊賣書，他是在傳播理念。他特別告訴我們台灣人要特別珍惜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法治。邱水正表達不甘，也講哀悼林榮基，就是愛學伊的精神，守護真無簡單得到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。總統賴清德是佇面冊發文哀悼，也強調台灣會繼續堅定守護民主、自由甲人權，甲所有唔願向威權屈從的朋友徛做伙。喪禮的事情，我也取得到他兒子的這個授權書，書店的部分是委託他的助理。所以林先生之前他在生病的時候，他就有委託他的助理。黃春香牧師表示，包含喪事甲後續銅鑼灣冊店營運的規劃，愛等待甲林榮基的家屬討論了後才做決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